关真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号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空军青泉港基地，昨下晡2点多发生意外，一个航空飞弹指挥部302营社科的上兵，伫机地内底的靶场，唔知影是啥物原因，枪向发射，枪子就对伊的下海烫过面，伊当场昏迷，赶紧送病院，尾救无回来。台中青泉港基地传出意外，彩北下晡有一个士兵伫下班训练的过程中着枪，经过送病院抢救嘛是过往。现在确定已经死亡了。好，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那也会这个调出监视的这个录影带来确认一下他这个肇事的原因，这样。国防部长顾立平正是这个社科的上兵，所属的单位是空军航空和飞弹指挥部302营。彩北下晡2点外，迄当阵正在做步枪实弹射击的过程，但是唔知影什么原因，枪击激发，造成伊下海着枪，枪支对伊的面捅过。第一时间hướng送去东综合病院来抢救，但是到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伤势过重过往啊。除了做紧急的伤损的抢救以外，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体的这个事件。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命伤损的事件，对于我们所有国军官兵来说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么有关于事件的详细噪音，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检警的调查去做深入的厘清。空军司令部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随联络家属，嘛随派高阶干部来处理，嘛会成立专案小组配合检调单位来调查厘清原因。目前会全力帮助家属来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伊那总统大清在10月7号双十暗会的时，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才度过75岁生日，所以无可能是113岁中华民国台湾的祖国。有一本学者即马就认为讲，大总统这款讲法是真新，嘛真有趣味性。伊那刷落来，明仔载双十典礼的谈话，即马嘛互外界真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7号伫台北大巨蛋的双十暗会，总统赖清德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也讲，若有人要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用词爱精准，唔通用祖国2个字。这个新的两化论述引起英国卫报、独立报等等外国媒体关注。清华大学英语讲座教授、日本籍学者小笠原欣幸也伫面册答问分析。赖清德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抗做伙，讲中华民国是祖国，赖清德是头一个安尼讲的总统，而且认为赖清德以前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台湾为基础，加入家己的解说方式，是真心真趣味的观点。过来也有学者认为，赖清德的致辞呈现2大重点，凸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是台湾的祖国，中华民国的祖国，那这个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基本上仍然是互不隶属的。国庆的演说，这是他在就职演说之后第一次执政，过了将近4个多月，将近5个月。那他在两岸关系的政策的立场跟主张上，相较于就职演说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当然是大家关注重点了。针对赖总统的双十暗会致辞内容，中国目前并无发表回应。学者认为，双十暗会的致辞只是起头，接下来双十典礼的谈话，这是牵连两岸关系的重点。记者讲林卓凯台北报道。顶个月23有入伍的新兵阿兵哥坐台中市叫来游览车要去平安营，也毋过伫车顶煞看到讲是咧放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宣誓过程。就阿兵哥认为讲，哪会安尼生，实在是真毋通。立委嘛认为讲，这牵涉两岸敏感的政治议题，业者有严重的过失。市政府是表示，这是司机家己放的，毋是市府要求的。即马游览车公司已经违反规定，因会追究责任。
新兵经过到连一合场一合，点名了后进行写资料等流程。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派专车送新兵到营区。不过顶个月23有新兵坐台中市府委外游览车前往嘉义的中溪营区，车顶影片刷放中国公安称这好讲出为共产主义奋斗一世人的敏感对话，有阿兵哥感觉无妥当，翕相片传到社群。无适当，嘿，就是有一点。就是轻重的问题啊！民众也感觉无妥当，怀疑有亲中的立场。车顶施动时，其实有带队的区公所的人员煞无主动影片放送。画面中这句台词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就抓词，对中国12代了后就用到大。现在的说明是说司机自省，但是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警觉性跟习惯性的问题。未来跟民间在订定契约的时候，对于这种行为人的行为注意的态样。我们可以在契约之外的精神，或契约里面的适合的文字来做一些说明。台中市府出面驳回讲，影片是游览车司机放唔对去，前30分钟无承保多项措施规范已经违约，佮爆出牵连到量化政治敏感议题的影片会追究到底。该车轮播影片未符合规范，涉及两岸政治敏感议题，更不容许。业者显有严重疏失。民政局将召开会议检讨惩处。民政局表示，司机讲当工时随机放电影，唔是调工的。不过后续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若车顶的护送人员无去主动，已经送到考执会议处。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东半部水气共款是较高，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呢，气象署是有针对4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包括基隆、北海岸、双北甲宜兰的山区。今仔日雨拢会较粗，不过日时开始雨水就会豆豆变少，雨会豆豆停。伫新竹以南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因若透早各地天气是感觉较凉冷。马祖呢，规工温度嘛，敢若22度左右，其他所在是早暗会较凉。桃园以北、宜兰今仔日的高温敢若25度、26度左右。新竹、苗栗、花莲、台东、澎湖、金门今仔日高温是27度至29度。因若中南部今仔日还阁有30度以上。也毋过呢，早暗会较凉，乡亲早暗爱记得晒衫。即摆3道热风台造成高雄、屏东灾情严重，嘛造成高雄有2500外丛树仔互风台扫甲倒去。其中伫高雄市定古迹三地厝车头边啊，就有一丛100年的种仔树嘛，互风台扫倒去。当地人即摆是希望会当救即丛树仔，毋通全甲处理掉。这丛本地有4层楼高的100年老青仔，互3道日风台扫倒，即马就倒伫咧三地厝车头办公室的厝顶。附近的民众看到真毋甘，因为因自细汉就看这丛老青仔徛伫咧遐。地方的乡亲甲里长四界走踪，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老青仔演好正，毋通甲伊毒。上百毛80吨以上啊，真无彩啊！会动着，佮甲用挖起啊，看会挖起袂安尼。里面吼，佮包括我吼，嘛足爱这丛青啊吼，看会当演电吼，甲扶起来袂，嘛是爱尊重人专业啊，专业啦，感觉讲袂使啊。拄好你也种起来树根，就已经拢烂去啊。如果别挖，就看世界间爱撤掉，就撤掉。农业局表示，目前三地厝的老青仔已经改读纪念树仔的列管。老青仔终期尾是要留，或者是要甲刷走，爱交互代替来做决定。另外，风台已经过1礼拜啊，伫咧公园阁有学校，要是会当看到真侪倒去的树仔等待处理。工务局统计，高雄拢总有2577件树仔倒去的案件，互算长的树仔拢在去空块的所在成吨内，数量真侪，一堆敢若山共款。公文处规划树木堆置场，既有楠梓区、凤山区、小港区等9处。堆置后之树木将以碎木机打碎后，交由厂商处理。高雄市政府估计3道日风台灾损超过20亿，这个树仔后续的处理安怎量早恢复市容，是市政府重要的课题。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因若3道日风台扫过了后，北部是落大水雨，即嘛造成金山万里做大水。
目前金山还有真侪所在入场厂无水无电，加上有的所在也未受到政府的帮助，所以也未复原。为着帮助当地人量早来恢复生活，龙金山地方团队制定少年家，因就伫网络顶头发起1个月的救灾行动，鼓励民众有闲来做志工来斗摒扫，协助当地老大人赶紧重建家园。我真讲我做啊。 63岁赖阿伯伫金山已经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即届三道里风台所有机具拢浸水，损失要50万，互伊心真痛，嘛真无奈。伊讲规矩趁即届的机会来退休，无爱搁做啊。爱电话，也铁柜啊，伊咪啊家己做袂使啊。我嘛老啊，你搁做，搁买遐物件要来趁无够遐啦。 为着要帮助甲赖阿伯同款的金山居民，龙金山地方团队发起1个月救灾活动，希望各界报名做志工，有闲就来斗摒扫，帮助即寡无气力也是独居的老大人，帮助因赶紧恢复清气的环境。 清洁队跟政府的国军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到民宅的空间打扫整理的，所以我们志工比较好进去民间，然后把东西整理出来之后，那大家在公部门比较好去把物件再清理掉。家规拢是土，啊，都是老伙仔伫边啊，就看阮咧斗相共，因的表情就是嘛就无奈。 龙金山地方团队表示，目前金山阁有真侪所在是无水无电的，加上有的所在也未受到政府的帮助，也未复原。因希望有更较侪志工加入摒扫的工课，协助当地老大人重建家园。伫摒扫的过程当中，嘛陪伴这些老人关心因的心理状况。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 浪半年，即马咱国内阁出现大病入境出麻出票个案，这是北部一个30多岁查甫人，伊9月中去越南的富国岛旅游，回来5天了后发病，目前有可能接触者154个人。疾管署是表示，因为麻真到位，潜伏期有3礼拜，总共有出现症头，一定爱甲医生讲旅游史甲接触史。另外，伫新北天9日的群组感染。 顶礼拜是个成增加10例，嘛因为这礼拜东北季风到位，北部搁咧落雨，疾管署就提醒乡亲，若是有积水的裤架、桶啊，一定要摒互清气，避免生炭病蚊。 新北天9日疫情持续升温，顶礼拜一群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别是住伫新北市8例，也甲台北市2例。加进前公布群组个案属有共一例群组事件，拢感染天9日病毒第2型，累计这件群组案已经有67例。疾管署表示，这礼拜东北季风带来北部大水雨，不利防治工作，请民众一定要主动清理积水容器，以免鼻霉蚊生炭。 病媒蚊可能因为积水的关系而滋生，也导致这个防治工作的困难，所以特别要呼吁民众能够主动配合双北防疫单位的一些防治工作。另外，出国旅游爱说字早浪半年，国内阁出现有境外移入出票的个案，是一个北部30多岁男性，9月中去越南富国岛佚佗，回来台湾5天后开始破病，一直到9月底身体开始出票，第4届就医才确诊。 目前掌握到接触的人154人，会监测到10月17。疾管署特别提醒，因为出片潜伏期上长会达到3礼拜，而且佫真够为人，若做无即时治疗，致死率会达到1成。一个这个麻疹的个案，最多可以传染给18个个案。感染麻疹之后，大概有5%到10%，那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像中耳炎、肺炎或脑炎的并发症。那致死率多还是有这个5%到10%。 疾管署监测发现，最近东南亚国家出票疫情升悬，每个月有几落百例。越南乌志明市今年阁累积达到600多例，至少造成3个儿童死亡。所以即马开始，甲越南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1级的注意，嘛提醒民众，若是出现疑似镜头，爱挂喙暗赶紧就医，并主动通知疑似旅游地也甲接触的人。记者综合报道。 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9月26日时，有一团由壮游旅行社出团的旅游团去克罗埃西亚佚佗，因为台湾的旅行社和当地旅行社消息结无清，27个团员伫当场向要求讲，因每一个人爱阁加入2000欧元的现金，才有法度继续行程。其中呢，一个团员是一个医生，伊是细心的这个医生，一个人救专团。
伊是成立超过200万的代票，才化解这场危机。规团伫昨昏返来台湾啊，关公司即马要求这间旅行社爱停业，嘛讲要依法开发。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报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专访，何锦丽访问着讲，若是中国拍台湾，美国敢要出兵出动武力来支持台湾？何锦丽并无正面的回答，伊敢若强调华府会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甲原则。当中包含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确保台海的航行自由。来看联合报，台湾儿童权利公约联盟有公布小学6年的国校学生啊有关霸凌经验的调查，显示有36%的学生被防霸凌，46%的学生有霸凌的经验，其中内底有2成是加害者，嘛是受害者。另外，即马班班有牛奶通啉这个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了后，全教总伫昨昏召开记者会，虽讲是有认同这个政策是政府的好意，也毋过嘛质疑讲农业部的政策为什么是爱由学校的老师来做？有学校嘛表示讲，伫执行上确实有拄着一寡困难，因为老师即马爱负担这牛奶的保存，爱送牛奶，佮惊讲这青牛奶若是无冰，囡仔无水啉。刷落来，囡仔啉了会排不倒，这互老师负担是真大。所以全教总即马是建议讲，敢会当考虑讲发牛奶券，互学生囡仔家己去超商领。农业部甲教育部推动班班有牛奶通啉的政策，原底9月要实施，到搭10月初陆续开始实施，家长普遍表示支持。觉得这个是很不错，对对对。但是开始实施了后，部分学校伫执行上也去拄着问题。教育现场的老师即马爱加负担保存、分送牛奶这项工课，嘛引起讨论。鲜奶敢若保存，迄落离开常温，敢若会当30分钟。吼啊，阮学校其实真大啊，迄落人手若是讲要30分钟，送到囡仔的手中啊，看因啉了，其实有困难。全教总拜二召开记者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政府的好意，但嘛质疑农业部的政策为安怎样变做爱由学校的老师来执行，强调政府应该爱予老师行政减量，专心教学则对。若是要保障学生囡仔的营养，建议会当分牛奶券，予囡仔去便利超商换牛奶。是让家长去超商，他的一个品牌，他没有冷链的问题。他可以喝鲜乳，如果真的想喝保酒乳，他也可以喝保酒乳。那以超商来讲，绝对可以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量。全教总强调，教育是专业，无应该叫老师去指挥交通，教囡仔上下课。即马阁爱分牛奶，因呼吁政府重新检讨这个政策，避免造成教育现场的困扰。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啊，中国最近是真时间真流行一种用芳蜡做的糖啊。这款糖啊呢，即马嘛出现伫高雄的夜市啊。高雄市政府就烦恼这款物件会透人工业用的蜡，所以对顶个月开始咧稽查，抽检了后嘛发现讲内底用的甜味剂已经超过标准，依法是伫咱台湾袂使卖的，总共有抓到会处罚。卫生人员讲，夜市啊卖糖啊的单位，加糖啊走登去检验。顶个月中到昨晚，高雄针对夜市啊闹鬼卖场，加实体网络购物商进行稽查，发现林府北港夜市、大城夜市，拢有人伫咧卖芳蜡糖。搜验了，发现有一寡违反规定，内面有加甜味剂。仁武八卦夜市、大社夜市、茶盒。查获业者贩售蜡瓶糖，蜡瓶糖检出甜味剂与规定不符，卫生局将依违反食安法裁处，并限改下架销毁。这边稽查243间，有4间无合格，2间是卖芳蜡糖，另外2间卖来路不明、无经过核准进口的中国食品。芳蜡糖色彩真水，在中国真流行，真侪囡仔爱食。台湾伫咧网络顶就买得到。魔芋爽嘛，类似那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说政府可以把关，可是政府能够做到的程度也就这样，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其实网络上买东西都很方便嘛。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噱头的东西，那因为是噱头，所以它怎么制造或怎么样，有的时候是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在法律可以保障的范围内。
芳腊糖讲是芳腊掺果子酱或者是糖浆做的，不过芳腊成本真悬，市府担心有歹心人用工业蜡做，食侪对身体不好，嘛唔知影讲是唔是有加其他的添加物。恶心、呕吐，甚至便秘。那长期来食用，还可能造成肠阻塞。那有人还会对它其中的添加物呢，比如说色素啦这些等等，造成这个过敏。医生讲，用工业蜡做的糖啊，真侪可能会糖啊塌掉的，较严重可能有性命危险。然后加人工糖对身体有负担，甚至有一寡囡仔会过敏，家长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当作关心以色列和黎巴嫩即马关系紧张，所以真侪国家拢已经提出撤侨的行动。除了美国伫最近已经撤离900人，中国嘛陆续安排2梯要撤离200多人。中国的外交部昨昏在记者会顶悬又搁特别强调讲，因的名单内底有一个台湾人。以色列甲黎巴嫩冲突严重，包括塞尔维亚、法国、巴西等国家拢已经撤侨。最近有差不多900位美国公民甲家属坐班机离开黎巴嫩。美国国务院希望双方用外交方法解决。We support Israel's efforts to degrade Hezbollah's capability, but yes, ultimately we do want to see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中国也安排2梯次用包机甲船撤离215位中国公民。新厦门轮一接到撤侨的通知，就随去贝鲁特港载人。真侪人因为总算会当回去，心内真激动，手内握着国旗。因为确认我们是个中国船之后，才允许我们进港，而且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上面都有武装直升机在盘旋。不过，伫中国外交部的撤离名单内面，也个特别讲有一位是台湾同胞，和大家伫咧讨论。共215位中国公民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从黎巴嫩安全撤离。其中包括3位香港居民和1位台湾同胞。一个 identity 一起撤，对 ，Chinese identity 撤。之前我就知道 motherland， 我们 motherland 就是中国。咱外交部证实，这位姓谢的查甫人其实是咱国国人，不过伫咧旅居黎巴嫩期间，并无甲咱做出联络。批评中国趁着撤侨的时阵，矮化咱国的国家地位。明仔载双十节，总统赖清德将会第一遍发表国庆演讲，两华论述，是毋是搁再讲到祖国论，真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初8时对外表示，因支持黎巴嫩来出面来协调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针对这件代志并无回应。而且呢，同港以色列佮发动空袭，而且嘛发动地面的攻势。以色列军方初8讲，伫过去24点前后，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实施的猛烈空袭，造成几60位战士死亡，其中包括区域指挥官甲区域官员，并且已经派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这是部署伫边境的第一期奥比斯，也个针对真主党的地面行动，自黎巴嫩东南部延伸到西南部。We took out thousands of terrorists, including Nasrallah himself, and Nasrallah's replacement, and the replacement of his replacement. Today, Hezbollah is weaker than it's been for many, many years.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讲，已经被台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法丁，赵古林也已经被台死。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讲，顶礼拜伫轰炸真主党情报总部时阵，就知影萨法丁人伫咧遐。空袭了后，萨法丁就失去联络。因那纳坦雅胡所讲的接班人的接班人是啥人，也唔知。真主党副领导人卡西姆最尾伫咧电视演讲讲支持停火，那真正停火就让用外交方法来处理。بعنوانه الأساس وهو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إمكاناتنا بخير وما قاله العدو عن أنه طال إمكاناتنا وهم。这也是真主党第一遍伫咧无讲到以停止加沙战争做条件之下，要先暂停伫黎巴嫩的战斗。美国讲，伫过去1年来，国际社会希望停火，真主党拢袂听，这么情势歹啊，才来讲无意外。Now that Hezbollah is on the back foot and is getting battered, suddenly they've changed their tune and want a ceasefire. 美国五角大楼也宣布，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本来是按算催告要访问美国，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见面，怎么可能会取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
来关心墨西哥南部的格瑞罗州，这个首都的市长才上任无到一礼拜，伫6个时轰暗杀死亡。墨西哥的暴力犯罪真严重，这对因新总统来讲是一大挑战。墨西哥格瑞罗州的首府期盼辛戈市，初一替不幸红台市已经过身的市长阿克斯来举行丧礼。现场是一大堆亲友和市民来，送这个才43岁，就职无到一礼拜的市长上尾一场。墨西哥伫初6暗时，一大堆监视人员到发现阿克斯遗体的地点开始验尸，现场嘛有封锁线。当地媒体报道，阿克斯是互人斩首，互发现的时阵身躯和头伫无共所在，头壳互放伫车顶点尸。社群媒体嘛流传真侪影像，但是拢无得到墨西哥官方的证实。墨西哥总统才拄宣誓就职完一礼拜的薛恩保姆初一强调讲，阿克斯红台事是真不幸，伊会较紧来召开安全会议，针对这案来调查。Hoy en la mañana se presentó el caso, se están haciendo las investigaciones necesarias para saber pues cuál fue el motivo y cuál fue el móvil y por supuesto pues hacer las detenciones correspondientes. 格瑞罗州的州长强调讲，阿克斯红台是互人真生气，阿克斯所属的政党阁呼吁讲爱查明真相。其实，就伫阿克斯红台市的前几天，期盼辛戈市的官员塔皮亚马红台市。墨西哥今年6月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的期间，拢总有34个候选人红台市。宣保姆6月初3当选了后几点钟，一个查某市长独行连续开19枪无命，会当看出暴力犯罪是真抢手。伫南部的格瑞罗州，阁是英国上暴力的地区，嘛是帮派毒枭抢地盘的重点。今仔2023年，当地有1890个人红台市。墨西哥自从2006年动用军队开始扫毒战了后，全国已经有超过45万人因为暴力犯罪红台市，阁有一大堆民众失踪。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来关心飴风海轮前脚接走，即马后脚搁来一个热带风暴明尼顿，一天内就变做5级的飴风。伫这2日就登陆美国佛州的西花。即马当地政府已经当地准备2017年以来上大规模的疏开计划。初6下晡，阁是热带风暴米尔顿，伫24点钟内，增强做最高等级的5级飴风，扫落来会对墨西哥北部、犹加敦半岛附近的海域转向东北，直接弄入去美国佛州的西部。虽然讲初到登陆的时阵强度会减弱，但是同款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暴风、大水河和风暴潮。佛州的西海岸真侪群拢入来到紧急状态，而且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和公路是有够塌。Just offshore the Florida Peninsula, 1 p.m. Wednesday, with max winds of 145 miles per hour. If you're in this red area, you need to be in action mode. You need to be taking action to protect your house, to protect your family. Somew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we are predicting 10 to 15 feet of storm surge. If I'm 6 feet tall, that's more than 2 of me high. 当地的居民搁在拼顶一个飴风海轮造成的严重灾情，即马搁无用得底沙包避战米尔顿。We got hit with the last storm. We got flooded, so it's all about prepping this time. 在佛州南部圣彼得的全品康纳球场，其实行军的民众是菜甲满，变作紧急救援和工作人员暂时待伫遮的大本营。潭泡湾动物园嘛，甲动物徙去安全的所在，互因平安度过飴风的考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的飴风达人，就是互叫做是知晓者的 P3侦测机，特别是飞去米尔顿飴风的内部，收集数据来帮助了解海上的风暴。救灾抢时间，但是川普的电影却大量在散布谣言，想要伫个国内面倒立。我白讲救灾经费互提去安置非法的移民，联邦官员故作援助共和党的灾民，还有阴谋论讲联邦官员是利用天气的技术，甲风暴是引起共和党执政的区域等等，别讲是严重背青，而且讲这种讲白才是真危险的。另外，川普家己伫佛州嘛有真侪产业，伊创立的社群平台真相社群，佛州的保公司办公室就伫飴风危险的路径顶悬。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罗西亚和中国9月底时，因为伫海面上进行联合军演。罗西亚军方昨昏对外表示，两国的海军即马已经伫太平洋东北海域联合巡逻。据讲，即阵罗西亚和西方的国家关系有较紧张，不过罗西亚也是对外强调，因和美国
8月拢有在联络。来看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要去法国访问，有和法国嘅总统马克龙要共同宣布提升两国上高层级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也若进前传出中国嘅海警去拍越南嘅渔民，中国嘅国务院总理李强打算10月12要去越南访问，即马伊嘅行程嘛受外界注意。在关心泰国嘅新总理裴东丹去联合国参加东协国峰会，伊和联合国嘅总理见面嘅时，双方即马同意要针对5大议题来处理，内底就包括要扫毒品、网络诈骗，也有人口买卖，也有下国嘅空气污染、卫工和水资源管理，这个议题应要大声处理。镜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最近国内发生几若件食毒赛车、弄死警察，无就是弄死人的事件。拜一个时，伫桃园的中立，各有警察伫轿车警察车去轿车弄着，而且阁有几台车弄做伙。警方嘛伫这轿车内底去抄着毒品，而且赛车的驾驶嘛有验出有毒品的反应。即马根据统计，伫今年1月份至8月份，有586个警察因为公务受伤，阁有3个警察不幸殉职。警车后车道互弄甲密密麻麻，代志就发生伫初七暗头啊，中立警分局来到派出所，一只警车和轿车对后壁真紧弄着了后，再个向前弄着2只汽车，造成省道下班时间大塞车。刚才是无人伤亡，警员伫肇事驾驶车内查到真新的毒品，丧尸分弹。现场无人受伤，当场并查获丧尸烟弹2颗，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最近警员执勤威胁安全的事件常常发生。7月13日，新北三中分局2位警员伫半暝咧巡逻时等红灯，互汽车倒边向弄着，造成1位警员送医救无回来。肇事的驾驶伫涉嫌食毒赛车。9月3日，土城警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深夜查违停。花查毒品，互要逃走的驾驶赛车拖行，弄着互拿，重伤无法度救回来。根据统计，警察人员去年因为公务受伤897人，因为公务死亡10个人。今年1月到8月，因为公务受伤是有586人，因为公务死亡也有3个人。执勤回来有查获的话，我们的中高阶干部可以去跟着严警一起也去检视他的密录器，来看看他的执行安全啊，包括处理的程序。学者表示，警政署对车辆的拿检、人车的盘查拢有规范，安全教育 SOP 拢有。建议中高阶的干部会当看环境的密录器，对于实务经验内底讨论执勤的安全、停驶的证据甲比例原则，减少无必要伤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检方侦办江华城案，昨昏个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内底包含东鑫集团总裁王玲玲，也佫有东鑫电视总裁张高雄，甲现任基隆市副市长曲培林，嘛要来调查厘清金钱的流向。即马佫逼出一个关键人物，伊的外号小名叫做甘仔，是郭文哲的秘书。也毋过检方即马发现讲，伊人即马伫日本。对提问下手，东鑫集团的总裁王玲玲以证人的身份向约谈，北检复审了后请回。随对另外一个大门离开，兼东鑫电视和无德国际总裁张高雄嘛互团去作证。这波约谈的名单，还有现任基隆市的副市长曲培林和跋筊业者陈英祖。还是我们有捐赠现金的部分？没有都没有。检验侦办江华城案，立民众党主席郭文特期满是无到1个月，对都委会委员、台北市都委会的人员、民众党工、威京集团的员工，佮加上真侪被告，约谈超过50个人。今麦调查范围佮扩大，较早瓜班的主任李文忠、洪秀雅禁见了后，检方继续来捉金流，特别大动作团11个人，以证人的身份信问，而且今麦佮互逼出又佮有关键人物啊。郭文特过去走行程，伊拢伫边仔，互叫做是甘仔的柯子如，互指控疑似是大新的校房，但是北检回应讲，对方人伫境外，涉案的情形含伫案件内面的角色，拢爱等调查厘清。
爆料内容，可以说是各种乌龙的集大成、大集合。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这样子入人于罪？然后呢，让大家拿着错误的资讯，不断的在为神宣判。金华城用这率的争议到底敢有涉及弊案，搁来等调查。不过，内地的议员拢关注检方声称假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准啊，台北市政府敢会下令停工？他经过法院扣押，只有权利是禁止施工勘验、停止或不予施工勘验。但是是否可以勒令停工？其实现在没有任何一个80建筑，如果他继续做，你就会勒令停工，对不对？对。面对金华城目前处理的做法，台北市长周万安讲，已经要求主管机关督发局莫甲施工勘验。另外，伊嘛搁一摆强调讲，因拢是依法的行政。记者综合报道。过来 PCB 大厂建国公司昨昏因股票暂停交易，下晡的时就召开重大信息的记者会，说明董事会决议，因讲伫11月2号开始，台湾厂要停止生产，订单要转去中国。啊，毋过嘛强调讲，虽然台湾厂的生产线要收起来，也毋过会继续接订单，业务会继续。啊，所以这届有可能会甲330个人是透露，剩80个员工。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了，员工都是很正常在上下班啊。台北股票暂停交易一天，也是今年第2届停牌。印刷电脑帮 PCB 大厂建国伫新北树南的公司，货运快递人员照常出入。建国下晡就召开重大记者会，宣布要伫12月2号停止台湾厂的生产计划，甲订单转往子公司经络电子中国厂生产。其实建国今年8月就已经卖泰国厂8%的股权给中资。泰国厂因为我们处分掉，那台湾厂的话，这边我们就是把营收转给我们大陆厂做。我们明年预计合并营收应该还保有今年的7-8%。建国顶半年销售比例以记忆体模组帮电脑零件甲网通类产品占大面。疫情了后，整体消费性电子产业无景气，各因为原物料起价，台湾厂为2022年开始连续了3年，才决定停止台湾的生产线，是不得已的决定。结果今天停止交易，我们明天会开盘。那台湾会保留研发哦，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营业人员，也请银行界啊，还是说我们的供应商都要放心。建国是讲，组织调整过程会依法保障员工的权利。新北劳工局伫9月份就收到相关消息，目前请来员工包括外国籍移工103人，拢总有411人，一定会留差不多80人处理后续订单甲中国厂相关业务，实际资金的人数是330人。我们目前也都有一个窗口在跟这个公司这边保持联络，那后续也会辅导公司必须要以合于法令的方式来通报大量解雇。建国讲会照职业服务法列册通报主管机关办理大量解雇员工，资金通报日一定是10月初9，生效日第1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新兴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有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就要请一派新兴障碍员工。不过台北市的劳动局就表示，真侪企业因为对障碍者有误解，所以甘愿发钱给政府，嘛无愿意请。即马台北市的劳动局打算10月底时要举办影展，要用国内外的电影来让大家了解障碍者的议题，消除对障碍者的歧视。市长歌手萧煌奇伫台顶参启明学校的学生囡仔共同合唱经典歌曲。虽然萧煌奇19岁开始失明，生活有较无方便，但是这并无阻挡萧煌奇挑战家己。亲像萧煌奇每年就要参加世界壮年运动会的柔道项目。已经报名了，就是明年的5月好像20几号要参加世界壮年运动会，然后代表柔道的项目。为了让社会看到身心障碍者无限的可能，营造友善的环境，以身心障碍者就业平权为主题的无限影展10月底起稿。台北市劳动力中间运用处表示，希望透过影像消除社会对因的歧视，让障碍者有勇气走入工会场。有一大部分的企业，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身心障碍者，他们依法应该要去禁用这些身障者的部分，但是他们可能一直没有开出这个缺来雇佣这些身障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当然第一个部分，身障者愿意有求职就业的动机，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企业能够接纳。
按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至少要雇用总人数1%的身心障碍者。但是社会上侪侪人因为对障碍者无了解，定有企业无按照规定行，甘愿纳钱予政府的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准拄煞。台北市劳动局希望透过影展的方式，深入民间校园，让大众对障碍者更加熟悉，降低障碍者的就业难度。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中华伫1848年时，捌发生过规模7个大地震。官府全对自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定做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昨昏有开记者会，宣布要启动社区的防灾，计共有6个防灾主题，要来提升民众灾害应变能力。学生摕边帮电脑体验防灾的 AR 电子绘本，佮有跳街游戏，互囡仔人哪算哪真捌，若拄到地震的时，爱安怎甲伤害降到上低。拄到地震的时阵要安怎？嗨，自细汉就互因有这种观念，参加这个活动，互因佮愈有知识，会当佮来拄到灾害的时阵，会当来应变。中华县伫1848年12月初3，捌发生过规模7个大地震。县内主要的断层分布伫中华花坛、大川园林、社头、田中、丽水这7个乡镇。为着提升民众的防灾意识，县政府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即天定做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有急救训练、灾民过暝等等的体验活动。阮嘛是首创一个夜宿活动。就是让这个在地这个居民去学习说，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户外怎么搭帐篷怎么过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创的一个夜宿活动。今年有发生个04、03的一个花莲地震，还有凯米台风，还有才刚经过这个山头的台风政府跟民间的部分来整个合作，来强化整个一个国家以及社会的韧性事实上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最近这几年，极端气候发生的机会甲规模愈来愈大。中华县消防局也望透过防灾教育日的系列活动，强化各单位甲民众的灾害应变能力，面对灾害有上歹的打算，做上好的准备。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年即马搁再举办南洋国际民俗艺术节，是邀请18国家21组团体来台南做文化交流。那逐暗拢有表演，日时的时文化局嘛规划这外国团体行入社区、学校甲宫庙去演出，嘛互对方会当体验咱台湾在地文化。哈乐龙哥闹彩彩兼有人西表演，台南和顺国小头家有外国团队来学校做交流，大个囡仔拼死甲功夫展出来互众人看。来自纽西兰的原住民看甲欢头喜面，拍扑啊兼赞声，因个是坐落去体验台湾在地的家庭文化。会绕鼓的那个是战鼓，醒狮就是那个跳板的那个跳狮子。我们希望教练是说，他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战鼓来让国外的贵宾来挑战。利用这届的交流机会，和小朋友会使了解，就是咱讲的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这是一届最好搁最成功的交流活动。纽西兰新人舞团这回来校园参观，伊嘛演出当地传统的舞蹈甲歌曲，通互囡仔看到因伫战争是安怎去戏行敌人。即个来台南主要因为南面国际民俗艺术节10月初5起过，拢总18个21组团体来参与。文化局嘛安排因到各地头行搭，兼做巡回演出，要互大家更加深入来认捌无同国家的文化。And we love watching your culture that's been given to you by your ancestors. So we're really loving it here. Some of our people are missing home, but yeah, we really enjoy it. 民俗艺术节唔仅是一个国外的团队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之外，嘛希望讲这个文化交流会当透过这个参访啦等等的方式来达到安尼的目的。因为疫情影响，地书艺术节让6天才去举办，活动为期9天，乡亲唔免出国，得让欣赏各国无同的民俗艺术。文化局嘛期待未来会让参与较侪国家合作，斗阵推广地方文化。记者李成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政府有开教育5千班，去新的
总图书馆。也毋过即马是互附近的民众嫌讲真歹，讲这厝顶用的建材，即马看起来就若亲像大铁厝共款。面对外界质疑，是咧县政府有出面解释讲，因即马用的建材是欧洲历年减碳，是符合减碳目标的建材。已经做要8成接近完工的新德馆图书馆是开8亿5千万起的，不过两边厝顶白色规大片的外观，互住伫附近的民众批评讲，看起来亲像铁厝共款。就是铁皮屋啊，台湾的特色。虽然说什么是欧洲用的什么铝合什么东西，这视觉上真的是没有那样子的价值。因为不管是这一面的民众，那边的民众，拿各个角度的民众拍来的，就是铁皮屋的样子。所以其实它真的看起来就像铁皮屋，这件事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的馆长尤文科回应，使用的材质是对德国进口的铝合金材质，内容更符合减碳，绝对不是大家讲的铁片。这讲铁皮屋是有点沉重啊。那事实上，这个设计的理念非常的好，所用的材质是铝的材质，也是德国进口的。在世界各地，我们台湾所有做出来都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耐用，而且符合减碳的一个作用。不过代志发生了，传出负责图书馆工程的文化局长以健康做理由申请退休，时间点这年拄好，把伫拜日的馆府内部会议当中引起讨论。我个人的辞职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个人的辞职是前一阵子就已经提出来的。那这个总图的一个大概民意反应是这2天才发生的。新德馆总图书馆是在2022年3月开工，计划伫明年底开馆。面对外界嫌图书馆外观歹看，馆府指出后续会参团队进行讨论，看当安怎调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看法国有一对翁仔某，因伫加拿大病的工作室内底，家己种菜，佮用太阳能板来发电。伫一间仔内底，佮当种香菇、3顿拢家己款，因是过真简单的生活。这款环保佮永续的生活方式，即马已经成上千个家庭加入。Bienvenue dans l'appartement du futur. On appelle ça la biosphère urbaine. 法国工程师查特尔佩隆和室内设计师博尔茨为着实现联合国第2050年和全球碳排降到0的目标，这对翁仔某伫家己差不多8平大的工作室内面，以低科技的设备来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亲像伫个灶脚内面，平常时毋是用压缩炉，都是电子炉，但是因家炉的底部直接是连外口的太阳能板，就省差不多7倍到10倍的能源用量，而且太阳能厝顶隔热的效果真好，这表示讲因热天无需要开冷气，冬天嘛无需要开烧气。伫厝的一边拢种水种的菜色，这嘛是因逐工食物的来源。另外，正淡的下茎是适合秀丁菇的生长，因就伫下茎的边仔种真侪秀丁菇，逐礼拜阁会当采收差不多1.5公斤。另外，洗身躯嘛干那用莲花头在洗。一般的法国人一工平均水的用量是149公升，因的目标是逐工干那使用30公升的水。最近这对翁仔某当得肥哦会当食的大狗，因讲食起来的感觉就敢那虾啊，而且伫工作室内面阁饲饲虾仔糖，因为因会当甲暖气的有机物转化做高品质的蛋白质。Des larves de mouches danois, elles sont incroyables. Donc c'est elles qui transforment le compost en engrais directement assimilables pour les plantes. Et ces larves, c'est des super protéines animales pour tout ce qui est poules, bétail, pisciculture. 查特尔佩隆和博尔茨的环保永续生活实验，对今年7月开始，按算伫11月初结束。这引起包括营养师在内的研究人员的注意，而且找超过1000个家庭，做伙伫厝内试各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新乐播编译。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22度至27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有详细的转播，请乡亲锁定公视台记台，咱再会。